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模型玩具情報室啊！今集介紹嘅就係由日本Bandai Spirit 公司收藏玩具事務部Tamashulation 咧發行嘅人氣合金玩具 Metal Build 系列嘅機動戰士高達鐵血之孤兒嘅新商品獵魔高達擴充武器套裝。呢一隻呢，就係由原作中擔任機械設計嘅就美直港為商品重新繪製嘅開發用嘅畫稿，並徹底監修啊！呢隻 Metal Build 獵魔高達呢，咁就係有一個高密度嘅細節刻畫，合金素材零件製作嘅高達骨架呢，帶嚟呢厚重嘅金屬質感。最特別呢，就係呢設計師同埋動畫導演設計嘅披風同埋回旋鏢取矛等等嘅裝備。首先呢隻 Metal Build 咧原創咗咧大型嘅裝備，460mm 線膛炮，內容包括掛載咗獵魔高達腰部後方嘅燃料槽，同埋懸掛咗喺兩側長達28cm 嘅大型武裝以精密造型咧重現巨大嘅炮管炮身同埋搭載咗護盾同埋一個大型嘅推進器。而機械臂部分嘅零件咧都係用咗超合金嘅素材去製作噶噃，咁咧令到Metal Build 呢隻高達能夠更加實淨，而且係能夠配搭輔助支架，再現呢一個高速推進嘅姿態。而呢一隻新形態嘅修改型獵魔高達嘅部分零件分別就係腰部兩側重現咗逆噴射機構嘅推進器，仲有迪亞茲提供嘅太刀同埋小太刀兩把武器。而呢一隻 Metal Build 獵魔高達風格重新傳譯造型具備更加精密嘅細節，利用轉接嘅零件就可以換裝備。好啦，介紹就嚟到呢度啦。如果有興趣嘅朋友記得就係2026年嘅8月會推出呢一隻 Metal Build 嘅獵魔高達。有興趣嘅朋友咁到時留意下呢一隻玩具嘅推出啦。最後要講嘅就係我係一個會製作玩具情報嘅影片製作者，亦都會製作一啲玩具相關嘅影片嘅 YouTuber。同時亦都係會直播遊戲嘅直播主啊！如果大家都中意呢兩樣嘢嘅就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啦。咁好啦，嚟到最後真係最後啦。咁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 like shar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有你哋嘅支持就係我繼續出片嘅動力。我哋下次再見，拜拜。